就來看民進黨雙北市長的參選人沈碧容甲蘇巧慧，今仔日第一屆合體做伙來掃街。針對着國民黨的李四川提出的雙北共治，沈碧容批評講，迄是頂對下的想法，講強好合作才是上重要的。李四川回擊講，這個雙北已經共治真久了，經替沈碧容毋捌市政。一透早魚市仔是光顯顯，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穿競選衫，佇咧攤商之間握手問好。那伊後壁是共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容，這嘛是兩個人互正式提名了後，頭一屆做伙登場。天拍蒲光就直接到魚市仔甲第一個菜市場，鎖定雙北共同生活圈的重要地點，甲基層的民眾拜票。城市之間就像餐廳一樣。那好的餐廳彼此之間其實也是既競爭又合作，我們端出來的菜色一定最好。我們常聽到有人講什麼雙北共治，雙北共治呢，那個其實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想法。對我們來說，兩個城市互相的合作才是最重要的。批評雙北共治是為頂懸來的，不過提出這個概念的，就是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。什麼樣可能不知道雙北其實共治了好久，我想他對市政大概都不清楚。面對今年底的選戰，哪裡個政策攏是雙北聯動？沈碧容提出市民之推 AI 監督的構想，分析1999市民熱線甲民眾的困擾，嘛和李四川甲北市府無啥認同。我比較懷疑的是不是用 AI 的這個部分，是不是又要來抹黑對手？奉勸沈博陽委員哈，不要再重新發明輪子，也不要關起門來重新造一輛車子。那贏這議，伊講的 AI 市民之推會成做政治攻防的工具，即嘛正式提名人選攏定着，雙北高峰的陣火嘛點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